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神爱咱的心，咱也知影，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伫爱内面，就是住伫神内面，神也住伫伊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16节。当神试验咱的时阵，同时呢，伊也伫咱心中加力量互咱。神所赐的力量，有够互咱来赢过所有来的这个试炼，甚至将来要来的试炼。就像圣经内面所讲的，你的日子怎样，力量也得甲怎样。试验袂当甲咱压伤，因为神的能力伫咱内面支持着咱。这力量毋是咱家己的，乃是神做咱的力量。假使讲试验伤重，是咱袂当忍耐。神总是要到适时的时阵，甲咱开了一条出路。伊绝对袂加试炼，是超过咱所会当承受的试炼。神平时无计划互咱受试炼，咱是要互咱经历试炼，互咱得到益处。假使试炼会当赢过咱，互咱得袂到益处，神绝对袂允准着这个试炼临到着伊的儿女。等到试炼了后，分开好天的时阵，咱的心灵就是更加进一步的中进咯，会当去掉迄个平时所袂当舍弃的罪，会加添咱以前毋捌有的勇气甲力量。咱的心若愈圣洁，咱甲主的交通就愈亲密。神为了听咱，才安排试炼互咱。所以咱应当会当真放心来信靠咱的神，应当信万事拢伫神的手中，也应当相信咱的主是得到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并使圣灵的能力帮助着咱。应当信神是用心保守咱的，敢若亲像保护咱亲生的红婴仔，又敢若亲像保护着家己目睭中的红仔人同款。伊听咱世间人，甚至家己真做独生爱囝来到这个世间上，舍了伊的性命，救着咱。咱应当相信，咱的神是无讲白贼的神。咱若无失去信心，就无失去咱的力量。这是基督徒甲一般人无同款的所在。虽然基督徒伫这个世间上肉体的苦难，甲一般人是同款的，但是伊内头性命却是大不相同。所以临到着咱世间人的患难，也拢共样无共啦。只要咱一心来信靠神。神爱咱的心，咱也知影，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伫爱内面，就是住伫神内面，神也住伫伊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16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自然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